珠海金灣最大一個高爾夫河景別墅，471方。你睇喺家門口就係湖景，前邊咧就係高爾夫啦，金灣嘅高爾夫啦。睇下呢一套471方做到一個雙層嘅花園嘅一個設計。我依家嘅位置喺佢嘅負一樓，負一樓亦都係花園。咁佢花園嘅面積咧就有220幾方一個面積。呢一套咧係設計咗一個4房一個設計，上下一共有3層嘅。呢個挑高咧就係7米一個挑高，非常之高嘅嗬。咁佢1樓咧就做咗有2個房間啦，一個套間，一個長輩房。2樓就有2個房間。嗱，你所睇到呢啲廚房同埋啲定製呢啲櫃仔，全部都係一個膠標嚟㗎。呢個就係佢嘅一個廚房嘅位置，一個好大一個 U 字形一個廚房嚟嘅。嗱，對於呢一套嘅話，總價大概係1,200,000。如果你有興趣嘅話，可以私信我，我發啲詳細啲嘅資料俾你。